美國對中共再出重拳。近日 Donald Trump 計劃對中共徵收嚟嘅高關稅，用來援助烏克蘭。據每日電訊報10月15日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正籌劃設立一個名為烏克蘭勝利基金嘅新計劃。值得關注嘅係呢個基金嘅資金來源，將係來自對中共商品徵收嘅高關稅。Donald Trump 已經要求財政部長貝森特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五訪問華盛頓之前，向歐洲盟友介紹呢個計劃。報道又指出，呢個基金計劃對從中國入口嘅商品徵收高達500%嘅關稅，所得資金將用於為烏克蘭軍隊採購武器。Donald Trump 希望以此對依賴中共支持嘅普京加最大壓力，迫使莫斯科重返談判桌。貝森特喺10月15日嘅記者會上透露，呢筆關稅可以叫做對中國嘅俄羅斯石油稅，亦可以叫中國嘅烏克蘭勝利稅，但關鍵係歐洲一定要願意參與跟進。貝森特又表示，如果我哋嘅歐洲夥伴加入，我哋就會行動，即係話喺美國立場上睇嚟，呢個計劃可唔可以實行，關鍵則取決於歐洲嘅態度啦。今次分享到呢度，我係易經人，多謝大家。